吃核桃会补脑嘛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时候更需要哦，把这个脑子弄清醒一点哦。所以这个核桃露要怎么做，我真的是很好奇哦。我看到你准备的还有腰果，对不对？对，有腰果。那核桃跟腰果的比例，您觉得哪一种比例配起来会比较好喝，就比较香？哦。其实我们的核桃啊，跟腰果的比例，其实反而是腰果比较多啦，核桃比较少，等于是2比1，因为整体的味道结合起来，核桃如果太重的话会卡喉咙。哦，也会比较苦，对不对？也会比较苦。对。哦 ，OK， 好。是。那要怎么做呢？是用生的，还是说哦，人家送我那种常常朋友会送因为说大家要多吃坚果嘛。对。那有一些是已经熟的这个，或者有一点加味，那些可以来做今天的核桃露嘛？那反而比较不适合，因为我们待会的过程要油炸，所以它可能有一些调味的成分，油炸之后它颜色可能会太黑，那就会比较苦。所以就是要用生的就对了。OK， 好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来开始哈。首先，我们要先把这个生的这个腰果，我们先让它汆烫1分钟。是。那汆烫的用意其实是因为我们这个本身坚果类啊，它是生的话，会有一点这个我们讲的生味。好，那你要借由这个水啊，把它汆烫过啊，把它生味先稀释掉，但又不能烫太久，烫太久本身它这个香气会降低，所以大概是1分钟左右。那烫过也有一个好处就是，我们待会在油炸的时候，因为本身坚果类在油炸，这个油温不好去判断，因为它本身没有什么水分，所以它下油锅的反应呢，没有让这些泡泡。那你烫过之后，因为它含水量提高了，所以你在下锅的时候，这个油温的这个掌控会比较准确一点。这也是一个小小的 paper 啦，对。好，然后我们大概1分钟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捞起来了，不能烫太久，烫太久这个味道就完全在汤里面。OK， 那就喝汤啊。啊，对啊。哎，就用这个汤可不可以去那个？可不可以去打那个核桃露？这个水啊？哎，不行。这个水已经有生味了，对不对？有生味，对，它当然会比较浓郁啊，但我们刚刚烫的这些生味也在里面，所以我们其实就是要把生味烫掉。结果我的妈妈都觉得，好像营养都跑到水里面，干脆就放到那个果汁机里面一起打算了。对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分开汤，因为2个油炸的时间不同，所以我们要分开。好，那可以看到这个核桃的量就比较少。那除了这2样比较适合来做所谓的像核桃露，有没有什么夏威夷豆露，或者是说别的这个南瓜子露，有没有这样？好像很少。其实是可以的。其实是可以的。是可以的，对。或是你要加花生也是可以。哦，花生啊，花生倒是我们像住在台湾的这个观众朋友呢，一定不会陌生哦。对。我们很喜欢用这个花生哦来打这个浆、米浆啦，跟糙米啦一起打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沙拉油加进来，先加热。油温大概是适合在120度到130度，不能太高。哦，那油温是蛮低的咯。油温是比较偏低啦，因为你太高温炸起来。但是要炸久，对不对？对，要炸久。你炸不够干呢，只有上色来讲，打出来的核桃露是不够香。哦，是哦，反正可是打进去也不知道。我觉得是没什么感觉耶，还是就好像我们的这个咖啡一样。你的咖啡豆如果烘焙的这个时间啊不够的话，喝出来的咖啡就是酸的，而且没有什么香气。那所以以这种中焙、生焙的概念来解释我们今天这个炸坚果的程度来讲，我们是算是生焙。哦，算是生焙，所以我们今天的核桃露是生焙的这个核桃跟腰果。一般你在炸腰果啊，直接要吃的这种零嘴，它可能是中焙，金黄色这样子。可是我们今天如果是用中焙来炸，待会在打核桃露的时候，味道就不够浓，对，这就是核桃露的一个精髓所在。其实食材很简单，但是最主要是这个炸过程。哦。那现在炸这个腰果，就是要有耐心的。我正要说，好像需要很多耐心，因为这个颜色还很浅哦。对，要放感情。这个时候其实可以捞了。对，挂霜大概就这样，因为它捞起来之后颜色还会再升嘛。因为它还会含油，这个温度还继续炸。可是我们现在是要做核桃的话，这样就不行，还要再继续炸。哦。还要继续炸，炸到你会觉得奇怪，真的是这样吗？快焦了，好危险了。这样子不会焦吗？就是这个感觉，就是要接近快要焦的这个感觉。我们刚刚讲那种生焙。哦，那你吃起来你会觉得这个腰果非常的不好吃，就是第一个你不会觉得它很香，你会觉得它好像有点偏苦，但不会太苦，就是要这种感觉。但是你待会打出来的这个核桃露完全吃不出苦味，反而就是这样子打出来的核桃露呢，
味道会更浓郁。对，刚刚我们刚下锅到现在变化就是，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到这个腰果这个气泡变少，有没有？哦，气泡变少代表它就是水分也少了，也逼干了，剩一点点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准备了，要准备了，有没有？像这样子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起锅了，这时候就可以起锅，起锅之后会变更深，那起锅之后我们再接着炸这个核桃。哦，那起锅的温度要高，像我刚刚这个反应，因为你起锅温度如果不高啊，它就会含油。哦，那温度越高呢，它有没有甩起来的油会比较少。好，那接着沿这个油继续来炸这个核桃。那其实这个油很棒，我在炸这个坚果啊，我的油都不会去混在其他的菜一起做，我就会一直做，那它的香气会越来越浓郁。它就变成一个坚果油。哦，冷却之后就变坚果油哈。那坚果油我们可以，比如说，拌那个沙拉还是什么，都可以加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对，它就很棒。那如果今天我们要做的是所谓的综合坚果露的话，那老师是不是也是建议说，我们所有的坚果都要，因为它的这个熟成的这个不一样，对啊，因为第一个大小不同，对，然后它的含水量就每一样都要分开炸，都要分开炸。对，那你看像我们现在这样子，它颜色会变更深了。对，大概就是这样，然后感觉像咖啡豆那种。对啊，我觉得这个如果拿来吃，应该会觉得有点带苦味，对不对？对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我才不要，因为我要留我的这个胃，等一下要喝好喝的这个露。对。那核桃的时间会比腰果再久一点，因为核桃比较大，所以我会把它分开，就是因为这样子。然后再来就是我刚刚忘了提到，我们的核桃在烫的过程，也要再多个20秒，因为它也是比较大，而且它主要生味就是来自于这个核桃，腰果反而还好一点。那我们可不可以像现在很多那个烘焙店都有卖切碎的核桃，还有去薄膜的核桃？是。那老师会建议呢，我们是买整颗的，还是说有去薄膜的？我还是建议买整颗，因为整颗。营养也更俱全。第一个这个膜呢，你就没有吃到了，其实这膜也是很健康的，也很营养，也很营养。然后呢，因为我们要炸，所以你切碎来讲，你火候不好掌控，反而不好掌控。有时候它可能已经帮你烤好了，你一炸就黑了，可是它烤的又不够，那变成你会很尴尬。那与其这样，不如我们就买生的，然后是买整颗的。那你在炸的时间，因为整颗的关系，火候好掌控。再来是你可以炸得比较久，那自然而然这香气就会越来越浓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炸起来之后，好黑哟！看起来你会觉得，这个不行，这个是不是要丢掉？就是要炸这样子。好，所以家里有炸的不好的呢，千万别丢，千万别丢，就把它做成今天的核桃露。好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就要把它放到调理机里面去打？对，我们刚刚炸好了这些坚果呢，我们要把它加来调理机里面，把它打成露。好，那这个加进来。这边就没有什么顺序了全部加进来就好了。这边是1200cc 的开水，最好是还是用开水虽然我们待会还要再煮过对，然后我们加糖，还有这个叫花生酱是花生也要这是秘密武器，它不能加太多，加太多你就吃不出这个坚果这个样子。但是要偷加一点，偷加。因为其实最浓郁的还是花生甚至可以加一点芝麻。你光靠这2个，你要达到那种香气，可能还不够丰富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这个花生酱有没有调味呢？还是无糖无盐的？花生酱一般都会有一点点味道。我看看你这个用的秘密武器。所以有一点盐巴，它有加一点盐巴，加一点糖。有一点调味没关系，当然你不调味也可以啦，是不调味是更棒，你可以加更多。然后再来这个是我们刚刚讲的鲜奶油，鲜奶油不要加鲜奶，要加鲜奶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打。然后一开始我会把速度先放慢，让它打整个均匀，先把它打上来，之后我就慢慢加速。那可以从旁边这边的颗粒去判断它还要不要再打，就是要看到完全没有颗粒。对。
其实就可以了，就会看到这样子，基本上你看不出颗粒了哈。我们就可以把它倒过来，把它煮滚。所以它虽然叫核桃露，其实里面有偷加了一点这个花生酱哈。好，那通常这个煮的时间呢？要煮到大滚吗？因为我们刚刚这个不是都是熟的东西吗？不用大滚，就是有滚就可以了。有滚就可以了。最主要就是要做最后的杀菌啊。好，最后的杀菌。那这个过程也是一样，你不能不理它，它一定会焦。但最主要的用意还是因为我们要把它的这个稠度煮出来啊。刚开始的这个搅拌没有经过加热，它的这个浓稠度是不够的。你喝起来浓稠度不够，就不会我们刚刚讲那种露的这个口感就出不来。那它在滚之前，它会有很多泡泡，那你不用担心，你也不用把它捞掉，因为呢，它在冷却的这个过程，泡泡会自然这样降下去，它会消泡，这时候再拌一拌就可以了。你把它捞掉呢，其实它这个味道啊就降，这些渣其实都浮在上面。所以其实很简单的料理哦，有很多小技巧，不单单是一个配方哦，那照着做，其实基本上都做不出来。你要很多小地方要收看这个节目看，然后把它做一个小笔记，回去做出来，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啊。好，有没有？你看它的泡泡越来越高，对，一直涨起来。要很小心啊，那个火。这个时候就是要关火的时候了，就要关火了，因为你看不到它在滚，但是你看到这个泡泡一直上升，代表它是在滚。好，然后这时候还要过滤吗？不需要。如果说我们的这个调理机打出来的这个细腻度是够的，我是不建议过滤啊，因为你过滤了之后，好可惜呢，这个口感就会好像在喝豆浆，不是在喝米浆。我们应该是要喝米浆，对，有一点浓郁的感觉。对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这个核桃露，等它这个消泡之后，是它的这个稠度其实，那这个时候的口感是比较适合勾一点芡的。OK， 对，然后可以的话，在最后再撒一点点的这个坚果粒，这样子，可以吃到整个坚果这样。让人家看到这样子。对，有一个价值感。哇，这好香哦！香哦！你知道我在吃这个的时候，我觉得穷人家可能吃不起这个核桃露啊，但是我觉得核桃露的感觉有点像我们拿面茶粉，对不对？对。米得。对。没错。哦，好香哦！可是它是比较高级的米得，因为它没有加面粉，完全都是坚果。米得我也很喜欢啊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全部都是用核桃跟腰果做的。对啊。所以现在夏天来讲，其实真的很细呀，好好喝哦。比较适合勾芡的口感，冬天可能勾一点芡可以。哇，太好喝了！